各位兄姐，大家平安，真感谢主吼！昨暝有来参加咱的音乐见证会的时阵吼，大家拢足感动的吼。咱用安尼有见证有音乐安尼来学乐上帝吼。啊，咱即阵咱要来做礼拜，咱提先来祈祷。即生的天父上帝，阮真感谢你，感谢你过去的引带甲带领。我哪会当逐工会当活伫主你的恩典中，这是阮上大的福气。主啊，阮感谢你，我们感谢你用感恩的心伫阮的每一工的中间。感谢主你过去引带，有时阮伫阮的环境中间，你无拄拄会来应允阮所祈求的，总是阮相信主你拢有你的美好旨意。主，阮感谢你，有时伫患难中间，阮搁较会当体会到主你实在是疼阮，因为主你的真光要伫阮的生命中间，伫阮的头前，亲像一拍光灯来伫引带阮。主，阮今仔日，阮若要搁透过安尼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头前，来感谢，来学乐你。阮毋是要是伫感恩节的时阵来感谢你，阮伫阮逐工，阮拢要用感恩的心来感谢上帝，你来真做阮的救主，真做阮的帮助。主，阮今仔日也要开好会，愿天父上帝你圣神踮伫阮的中间来引带带领阮，互阮的会议，互阮的好会会当顺利。阮也将阮今仔日的学乐敬拜，阮拢完完全全献伫你面头前，来互你欢喜。主，阮安尼祈祷感谢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，真欢喜，伫礼拜安歇日的透早会当伫遮来做阵来敬拜上帝吼。就是今仔日是感恩节的感恩礼拜，所以阮要来感谢感谢上帝伫一年的落尾进前会当来回想。一年当中，上帝伊安怎帮助咱，安怎如何带我们走过今年的一切，这样子，我们就是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。这首歌是国语的歌，若是恁会晓唱的，当做你来唱。前来敬拜。权柄归于你，你是我的救主，我的救赎，荣耀尊贵，能力权柄归于你，你是配的，你是配的，你是配的，我的敬拜。这首歌是一首快歌哈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一起拍手来打，跟着节奏一起来打。我们从头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前来敬拜永远的君王。
是配的，你是配的，你是配的，我的敬拜。荣耀尊贵，荣耀尊贵，美丽无比，神的儿子，耶稣我的主，荣耀尊贵，美丽无比，神的儿子，耶稣我的主，荣耀尊贵，荣耀尊贵，能力权柄归于你，你是我的救主，我的救赎，荣耀尊贵，能力权柄归于你，你是配的，你是配的，你是配的，我的敬拜。是我的救主，我的救赎，荣耀尊贵，能力权柄归于你，你是配的，你是配的，你是配的，再一次你是配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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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一次你是配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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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敬拜。神是配得我们来敬拜他，我们要一直都在，都要不断的来追随，来敬拜他。我们昨天的感恩的音乐活动啊，很顺利，所以也很谢谢昨天如果有参与的每个会友们，然后还有我们一起来表演的每个伙伴，就谢谢大家，就是能够一起尽心尽力来完成这个活动。对，我们相信我们的神，他是我们好朋友，他是我们的阿爸父神。对，所以我们要一直都在他的里面，然后让他一直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切。我们一起来唱这首《我相信》。相信耶稣是我的好朋友，他为我舍身，使我能今天过。我相信天父是我的阿爸父，他好疼爱我，他以此来安慰我。我相信圣灵是我的安慰者，我相信圣灵是我的安慰者，他时时同在，温柔地牵引我。我相信生命充满美好计划，一生敬拜你，活出最美的旨意。我们一起来唱，我相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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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打开心门来接受，选择这上好的福分，不回头。再一次，我相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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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这首歌伊嘛有台语的版本，所以拄则若是袂晓唱国语的，无要紧，阮即马有台语的版本，咱来唱。所以要邀请若是会晓唱的兄弟姊妹来做阵唱这台语的版本。我相信耶稣是我的好朋友。我相信耶稣是我的好朋友，伊舍己将永远我命来受死。我相信天父是我的阿爸爸，伊是在听我。是我的安慰者，我相信星星是我的安慰者，伊是给温柔的同在来感心。我相信星星是我的好计划，一起相随。我要一心跟对伊，我相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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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心可以有好奇，选择这生活。我相信，我相信，上帝永远拢是真。耶稣陪伴我一路引带，永远袂离开我。我相信信心是我的安慰者。我相信星星是我的安慰者，伊是给温柔的同在来感心。我相信生命充满美好计划，一起相随，我要一心跟对。我相信，我相信，心可以有好奇，选择这生活的道路无偏离。我要甲主讲，我相信，我相信，阮知影上帝伊是永远，迄个拢是真的。我相信。所以伊会陪伴我，伊会一路引带我，伊永远拢袂离开我。耶稣陪伴我一路引带，永远袂离开我。我相信，我相信，我相信。我相信你就是阿爸爸，伊看我做宝贝。我相信，我相信，上听我的就是阿爸爸，伊听。做宝贝，上听我的就是阿爸爸，上听我的就是阿爸爸，伊听我做宝贝。
心摆比办今仔日的礼拜。耶和华有怜悯，有恩典，无快快生气，阁有丰盛的慈爱。伊无照咱的罪过款待咱，也无照咱的罪恶报应咱，
因为天离开地遐尔啊悬，伊的慈爱对敬畏伊的人也是遐尔啊大。当离开西有偌远，伊互咱的罪过离开咱也是遐尔啊远。即时咱请少年团契来献诗，因要献的诗是坐伫宝座上圣洁的羔羊。
这时咱做伙来吟圣诗，圣诗370首，圣诗370首，咱奉献声音甲才能，咱奉献声音甲才能，心感谢快乐来欢迎，当八饼芳杯来庆贺，主所留模样咱着学，主耶稣搁我全地得换命，逐位传播真道真饼。请咱做伙起立来吟。请坐。这是咱做伙用年西安的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。咱来当看咱的头前的简报，咱嘛会参看咱的周报，伫咱的周报第6面。若是兴趣，若是看到，咱做伙来告白咱的信仰。信独一全能的爸上帝，创造天地，一切有看见无看见万物的主。阮信独一的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伊伫一切世代以前对爸生的，对上帝出的上帝，对光出的光，对真神出的真神，是生的，毋是受造的，甲爸共质共体，万物对伊来创造。为着咱人，甲为着咱的拯救，对天降临，对真神照在世女玛利亚出世成做人，伫本着伯乐岛林内为咱定十字架，受难埋葬，照圣经所记载，第3日搁活上天，现在坐伫爸的正边。伊要伫阳光再临来审判活人甲死人，伊会国无穷无尽。愿信赏赐活命的主圣神，对爸甲囝出，甲爸囝同受敬拜，同受阳光。伊捌吐先知讲话，愿信一个圣公堂使徒的教会。阮告别一个会得赦罪的洗礼，阮期望世人搁我来世活命。阿门。这是咱掀开圣诗后壁面，做伙来启应。启应文第14篇。启应文第14篇。现着咱做伙来启应，咱嘛会当看咱的简报。上帝是咱的避难所，咱的快乐。
虽然地大变动，海水牙涌嗷吼，咱拢免惊。有一条河，伊的水流，互上帝城欢喜。上帝踮伫遐，城一定袂摇动。列邦活活吼，列国动摇。万军的统帅，上主甲咱同在。来看上主的所做。伊压钱经站长枪，放火烧战车。拢静落来，就知我是上帝。万军的统帅上主甲咱同在。好，这时咱搁来念圣诗，圣诗第173首，圣诗第173首，困求永活主圣神，困求主永活主圣神，定心充满我，困求永活主圣神，定心充满我，破碎塑造锻炼重用。困求永活主圣神，重新充满我，请咱做伙起立来吟。请坐。这时，请咱做伙压头，咱来祈祷。愿伫天顶的爸，愿要学落你，因为天地是你创造，春夏秋冬有你的粒理。阮的肉体有你的形象，阮的心思意念有你特别的恩赐。你互阮有自由意志，家己会当选择要活伫个恩典中间，互阮会当选择毋通亲像浪子，离开老爸的家远远，伫咧羊条外失迷落趖。主，互阮感谢你满心的疼痛。主，你有赏赐独生圣囝耶稣基督，道成肉体，亲自诚侪道路、真理甲性命，互阮通学习安怎活伫咧恩典中间。
感谢你无限的宽容，借着耶稣基督钉死咧十字架顶，赦免阮的罪，互阮通得到永远活。主，阮已经互你赎回，阮就爱学习以后的学习你的疼痛，学习你的宽容，好款待阮的厝边，嘛甘心乐意为着阮的对敌来祈祷。我嘛要好款待伫阮生命中出现的每一个人。伫咧1620年，当英国清教徒为着持守因的信仰，冒险来坐着5月花号来到美洲大陆的时，伫寒冷骄傲的压迫中间，因为有印第安人来接纳因，教因伫新大陆耕作、拍蜡、掠鱼、生活，才会当诚做第一个感恩节。今仔日，阮做感恩节的礼拜，毋限领学习英国的清教徒的款式，逐工时时刻刻为着持守阮的信仰的真理，勇敢来展开阮家己信仰的旅程，甲旧的我相时来展开新的定头生的生活，搁爱学习印度安人来接纳身躯边出现的人，来开阔心肠，甘心分享，愿意真心对待，愿意伫台湾甲阮拍拼、三甲徛起的每一个人。主啊，我嘛感谢你赏赐台湾即块水的土地，互阮徛起。感谢你伫咧全球的疫情中间，你保守阮台湾人，伫遮徛起的人，拢会当正常过生活，会当正常来聚会。当阮骄傲咧计较向先来，向较慢到。感谢你将感恩节的故事摆咧伫阮的面头前，搁一届来叫醒阮来反省，帮助阮拍开阮的心门，用基督的心做心，因为疼是对你遐来，互阮愿意互相互相接纳，互相来理解。虽然有无共款的种族、无共款的语言、无共款的文化，有的先来，有的慢到。拢欢喜愿意真心为着台湾的发展共同来拍拼，诚做互相的集体。主啊，求主你嘛诚做阮的头，带领阮建立合伫你的旨意的国家。特别伫即个疫情困难、国际局势无稳定的时，主求主你保守阮的心，无受到刺激的言辞来威胁，无受到政党对立来拆离阮甲朋友的感情，阮的家庭关系，甲阮伫教会的活动。主啊，感谢你一个礼拜以来，你赏赐阮食清用拢够额。伫阮防疫作息的时，求你特别提醒阮，珍惜阮的食物，追求食物的正义，互全球的农民辛苦种作，无规伫空空，互全地球的人拢通得到食饱。伫阮中间有身体软弱、心灵失去平安的，主啊，求主你甲伊三甲伫地，嘛甲照顾因的人三甲伫地，赏赐因有心力，甲有平安。主啊，我嘛恳求你继续祝福阮文山教会，你看重阮的屏幕小组的服侍，为阮备办适合阮的牧者。恳求主继续甲所有的长职、辅导、会长、团长，甲阮的会友，每一个人的家庭，每一个人三甲伫地，互阮的服侍通诚做主你福音的见证，诚做文山地区的光。主啊，阮感谢你，互阮通活靠，恳求你听阮的祈祷，保守阮的心思甲意念，保守阮的脚步，互阮一直拢行伫主你为着阮备办的道路的悬顶。阮来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的名，阿免。
即时咱做伙来读圣经，圣经记载伫列王记上第8章54节甲66节。列王记上第8章54节甲66节，记伫咱的旧约第373面，旧约第373面。掀开我来读。所罗门伫耶和华的坛前，脚头跪咧，手撑向天，所对耶和华祈祷恳求的，已经祈祷明白，就起来。伊就徛咧，大声祝福以色列全会众，讲：耶和华是应该着学乐的，因为伊一切所应允的，赏赐平安予伊的百姓以色列。既若托伊的奴仆摩西所应允的好话，无一句落空。愿耶和华咱的上帝甲咱伫地，亲像伊甲咱的列祖伫地一样。愿伊无离开咱，无放杀咱，互咱的心归向伊，来行伊一切道路，守伊所命令咱的列祖的诫命、伊的律例、伊的法度。我当伫耶和华的面前所祈求这个话，愿这个话人民群伫咱的上帝耶和华，搁日日照代志所合宜的，为伊的奴仆判断，甲伊的百姓以色列判断，互地上万百姓知耶和华是上帝，伊以外无别个。所以恁的心着顺全向耶和华，咱的上帝，着趁伊的律例，守伊的诫命，亲像今仔日的款。王甲以色列众百姓三甲伫耶和华的面前献祭。所罗门献谢恩的祭，就是献予耶稣的牛22000只，羊12万只。安尼，王甲以色列众百姓为耶和华的殿行献殿的礼。当迄日，王分别耶和华殿前院中的所在，伫献烧祭、素祭甲谢恩祭的油。因为耶和华头壳的铜坛伤细，无用阮才会烧祭、素祭甲谢恩祭的油。迄时，所罗门甲以色列众人，就是对蛤蟆的路口到埃及的溪，拢甲伊自己做大会。伫耶和华咱上帝面前守做宴7日，搁7日，共14日。第8日，王找百姓去。因就甲王祝福，因为耶和华对伊的奴仆大卫甲伊的百姓以色列所施出一切恩惠，就欢喜心内快乐，大家倒去因的布旁。这时咱请圣歌队来献诗，因要献的是真光要显现，真光要显现。
讲到今仔日的题目是所罗门王的祈祷，所罗门王的祈祷。咱请李牧师为着咱来证道。请咱做伙后头来祈祷。主，阮伫你的面头前献上阮的感谢。你互阮会通来到伫你的面头前，来敬拜你。互阮会通伫即个所在来听主你的话语。互阮伫即个所在，阮通知主你的听，主你的恩典，主你的祝福。伫阮的生活中间，阮也经验着主你的看顾。主伫即当中，阮要对你领受你的教示，恳求你的神，互阮每一个人的心情，互阮专一伫你的面头前。主也要将今仔日阮一切的敬拜，以及阮念米的和会，要交托伫主你的手。愿主你来看顾，愿主你来引带，愿主你来保守。将主你合一的灵放伫阮的中间，主要将下面的时间仰望交托，愿主亲身扶持祝福。伫你的面头前献上阮的祈祷，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免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要用列王记上卷第8章这段的经文来甲咱做伙来分享。这段的经文其实是所罗门王伊真长的祈祷的上尾的一段。这段的经文其实嘛是伫因所罗门王伊起好圣殿了后，伫献殿的时阵所做的一个祈祷。所以对伫教会来讲，足侪时阵，这段的经文，咱会通对这个所在来看见，讲当时的以色列，因整个的国家是非常的强盛的，对代比到伫所罗门王的时代是差不多是上强的时。所有全国的气力、全国的能力，伫即个中间，因用即款全国的气力来甲圣殿起来。完成的时阵，迄是一件偌尔啊大的代志。遮尔大的代志，伫迄搭遐，因开始要来献殿，因开始要来庆祝，因开始伫迄个所在要将即个荣光归伫上帝。所以咱嘛看见讲，所罗门王伫即个所在，伫迄个献殿的头前，因做即个祈祷。咱知影。咱对所罗门王的了解，差不多拢集中伫伊有智慧的即项代志。大概咱若咧讲所罗门王的时阵，大概头一个反应就是即个所罗门王，无论是历史上，还是伫咱的圣经内面的记载，伊是上有智慧的一个王。伊有真聪明的智慧，是对上帝来。所以所罗门王伊的智慧，伫伊向上帝祈求的时阵，就已经表现出来。当一个人有一个机会得到上帝的应允，讲你若求啥物货，我就要赏赐予你。当咱若得到这个应允的时阵，毋知咱会想要求啥物。伫咱的祈祷的内面，咱会想要求啥物？当咧讲到即款的祈求的时阵，我就会想起过去听的一个趣味的故事。这个故事，一个趣味的故事，往往咯一开始拢是伫一个趴远的岛屿的顶头，然后有3个人伫迄个中间。因是会去到伫迄个趴远的岛屿嘛，毋知影，反正因就是伫迄个趴远的所在。然后这3个人伫遐行，踏到一骹顶，咱就是讲阿拉丁的神灯。然后因去望到即个神灯的时阵，神灯的主来，神灯的迄个脑部就走出来，讲一个人会当有3个愿望。伫即个趴远的岛屿的中间，大概人所想的是啥物？可能是会通转去到伫伊的故乡，敢毋是？所以这3个人，第一个人伊就甲即个阿拉丁神灯在讲，我想要有钱，我想要一直有钱，所以第3个愿望我要转去。
即个神灯的主人就互伊，即个阿拉丁神灯就互伊断去，然后伊真正足侪钱用袂了的钱。第二个搁较有大的愿望，伊讲我要做国王，我要一直做国王。然后伊嘛要断去，伊就断去，神灯就互伊断去。第三个人，即个人是一个酒鬼，伊就甲即个神灯讲，我想要啉酒。我要有啉袂完的酒。第三个愿望，我想要踢倒迄两个人，倒来陪我啉酒。迄两个人全对因的厝里，搁去用捡倒来伫即个芳远的倒厝的内面，做伙伫遐甲伊啉酒。伊讲你先啊，开要叫阮倒来，伊讲我就无人陪我啉酒。咱若有一个会通祈求的愿望的时阵，到底咱会去求啥物货啦？到底咱会去求啥物货？咱可能会感觉讲对圣经的教示内面，就是咧甲咱讲上帝所罗门王伊就是咧求智慧，所以今仔日咱差不多若有即款的愿望，咱要祈求的时阵，咱拢会学所罗门王共款，伫迄搭遐咱甲上帝讲，上帝你互我有智慧。但是若真正安静心落来想看觅的时阵，真正安静咱的心落来想看觅的时阵，亲爱兄弟姊妹。智慧感真正就是咱即当阵所想要求的嘛？如果咱的身体，也是咱的亲人身体拄好真无好的时阵，你头一个会去求智慧吗？还是你会求身体健康？咱若真正安静落来的时阵，咱可能咱的答案会真正无共款。因为所罗门王伊求智慧，是伊要做一个治理全国的君王，用即款的立场来甲上帝求的。所以伊的祈求，互咱会感觉讲，真正真有智慧。其实咱会通讲，伊伫遐要向上帝祈祷的时阵，迄个祈求，即个祈祷，就是已经真有智慧的祈祷，敢毋是？但是换做是咱的时阵，咱无需要去治理全规个国家。咱无需要去治理整个的国家，所以咱最近咱所迫切需要的是啥物货？真有可能咱的答案就无共款啦。真有可能咱的答案就甲所罗门王的答案，就毋是咱所需要的答案。咱的答案会改变，可能是咱厝里的人身体健康，可能是咱的事业顺利。也是咱的功课会通更较好，更较好势。不嘛无得较咱祈求一个真顺利的人生。有可能有个人会祈求讲，家己的信仰，也是厝里的人信仰会通坚定。可能有个人会愿望一世人伊袂去拄着困难的代志。每一个人所祈祷的无共款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今仔日咱文山教会，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大概我咧想，咱会有一个共同的祈祷，敢毋是？咱的共同的祈祷是咱期待上帝赏赐一个适合咱的牧者。感谢上帝，伫今年年底的时阵，咱就有这个机会来做一个决定，咱的聘牧小组已经有一个好的。一个对象要互咱来做一个选择，但是伫即个选择进前，咱是毋是有有一寡备办？咱是毋是有有一寡准备？当咱要迎接一个上帝所赏赐互咱的牧师，即个是久咱所祈祷的，向上帝恳求的。当上帝伫咱的面头前准备要赏赐互咱的时阵，咱是毋是已经准备好啊？咱是毋是又将即项的代志放伫咱的祈祷的内面？咱是毋是已经备办好咱家己？那么伫即个牧师的带领的内面，来伫教会中间，要来行什么款上帝伊爱咱行的事？所罗门王伊向上帝所求的，无一定是咱的答案。但是咱爱学习的一项事是，当咱若拄着所罗门王所拄着
即款的机会时阵，咱是毋是有清楚家己的立场，家己应该爱做的迄个身份，还是讲咱应该怎样向上帝来祈祷？所罗门王伊清楚伊家己的身份地位，伊知影伊爱做一个君王，即个君王是伫上帝的带领甲祝福下面的君王，是伫上帝的看顾的下面，伊才有才调来带领整个以色列。伊感觉伊家己的气力、家己的能力无够，所以伊真冷静向上帝来求智慧。伊无求真多的金银财宝，伊无祈求讲伊会通一直去做即个国家的国王。伊向上帝祈求智慧，来治理上帝托付伊的百姓。如果咱有拄到即款的机会，我毋知有当时咱会过头欢喜袂，所以咱就毋知影咱家己在求啥物，就亲像迄个酒鬼共款，伊毋知要家己在求啥物，伊敢若想着讲家己上想要做的代志，也是家己上意爱的代志。所罗门王所祈求的代志，是毋是上好的？可能伫咱的角度的内面，因为这是圣经的教示，这是圣经伫即内遮所学落的事，所以咱会感觉讲这就应该就是上好的。但是嘛无一定，因为迄是伊当时伊上重要、伊上需要的事。有当时咱会讲上要紧的事，无上紧急的事，无一定是上重要的。上重要的事，常常是无紧急的事。咱伫即当中，咱所需要备办的是啥物？咱所需要备办的是啥物？咱的教会、咱的小会员、咱的聘牧小组，为着聘牧师，为着教会的需要，常常伫即个所在，伫迄搭遐历过10几个牧者，然后咱找着一个感觉适当的牧者伫咱的面头前，咱要为着即个牧者，咱有备办好啥物会代、啥物款的备办无？咱是毋是会通准备一个所在，互伊伫咱的中间好徛起，互伊伫咱的中间会通无挂虑、专心来甲咱兄弟姊妹做伙伫上帝国度内面做伙拍拼。即当中，咱上第一、上爱去注意关心的代志是啥物？所罗门王伊求智慧，咱感觉真好，咱感觉真重要。但是所罗门王的智慧无帮助伊一直行伫上帝的道路的内面，真无彩的一项代志。也是讲真红对心肝的一项代志。所罗门王遮尔聪明，遮尔合上帝心意，伊佫会通将整个的圣殿起起来，用全国的气力来将即间圣殿起甲真水、真好看、真坚固。但是咱知影讲，伊伫人生的最后时间的时阵，伊其实伫上帝面头前，伊是跋倒的，伊是失败的。伊的智慧虽然改成的真好，但是最后伫伊的信仰的中间，伊煞无法度继续坚持，真可惜的一项代志。直到伊的国家伫伊了后，整个以色列分裂做南国甲北国。上帝对伊的手中，对伊的囡仔的手中，将10个支派分出来、摕出来，互其他的人来统治。我想这是一个真好的警醒的事，就是当咱真正向上帝恳求，得到上帝的祝福了后，咱对上帝迄个信心甲倚靠有变质无？还是咱感觉讲，咱所做的真好，咱所做的合伫上帝的心意，咱所做的真正是足伟大的代志，所以到落尾，咱家己的迄个心开始骄傲，
咱家己的心开始变质，咱开始无听上帝的话，然后最后咱失落迄个上帝的祝福。求上帝帮助咱，真正帮助咱，互咱伫信仰的道路的中间，咱时时会使牵调咱的主，咱时时会通定义无离开上帝的教示。所罗门王伊有真多的功业，对伫伊会通做的代志的中间，伊用整个起迄个圣殿的时，来互整个的国家有合一的心，互整个的国家伊的运作建设拢会通集中。咱在讲扩大内需啦，伊用即款的方式，互整个的国家诚侪一个真坚固、诚侪同心合意的一个国家。咱会通倒来想看觅啊，伫咱的社会的内面，其实伫即年外的时间，咱拄着武汉肺炎疫情的发生了后，台湾的经济真紧就受到影响，足侪的所在拢无法度好好做生意。伫最近改成的即个武汉肺炎，佮重新佮再一届哪来哪举起来的时，咱的政府嘛开始咧甲咱做一个提醒，敢毋是？对12月开始来到伫教会内面，咱一定爱挂喙暗啊！即件代志我感觉。咱一定爱彼此来提醒兄弟姊妹，咱挂喙暗，因为即个喙暗无挂伫即个内面去互掠着，就是15,000块。毋过，咱会通看见一项的代志，就是台湾伫即项事的中间，真正是真合一，敢毋是？逐个人拢伫政府的带领的内面，逐个人无论是挂喙暗。也是居家的检疫，咱所看到迄个拍拍走的人，真正是少数中间的少数。伫国外，因为着要挂喙暗，毋挂喙暗，因会使搁一届示威游行，然后搁有搁较侪人去着武汉肺炎。因为着要讲伊家己的自由、个人的自由，因无爱遵守政府的规定，致到因的生活有真重的受到真大的影响。但是对伫台湾即当阵，咱所看见的是啥物？咱常常在讲伫台湾有报复性的啥物出游啦，报复性的迄个聚餐啦，报复性伪出国啦，无论伫啥物所在，咱的生活无啥受到影响。咱的感觉，咱伫咱的身躯边，哪来哪安全？哪来哪好势？咱的经济也哪来哪活动起来？真正这是咱做伙同心伫即个所在，咱愿意做伙配合政府，咱才有法度得到即当阵台湾遮尔舒适、遮尔平安、遮尔好的一个生活。所罗门王伊成做以色列王了后，伊行一寡真好的政策，譬如讲，伊将整个国家划分做12主要的区域，逐年逐区负责供应王室一个月的需要。这大大减轻百姓的负担啊！因为你只要负担王室一个月的需要了后，你其他的11个月。你的政治、你的生活、你所赚的金钱是你属于你家己的，无需要交转去伫政府的中间，王室的内面，互即个抽税务的即个重担，会当互全国来分担，互百姓会通无需要一直咧负担国家的支出，有时间会当发展家己的商业，整个的国家嘛伫迄个所在用来得到发展。当时的大鼻王，伊一直想要为上帝起造圣殿，但是一直无实现，因为上帝甲伊讲：你
害的人伤多啊，所以你毋通，我无爱你去圣殿，你的囝来去圣殿。所罗门王伫上帝的应允开始去圣殿，即款的兴建，互整个的国家侪侪的人有就业的机会。迄个行政区的划分，互人对政府的迄个负担减轻税务了后，会通有家己的商业伫迄搭遐来发展。整个国家哪来哪强盛？整个国家哪来哪有迄个气力？上时嘛带来，毋尔干那百姓有钱，国家强盛，边仔的国家嘛毋敢来侵犯，所以整个的国家就国泰民安。所罗门王大概就是有史以来世界公认上伟大的君王，有智慧、有能力。即款的王，伊上特别的所在伫啥物所在？伊甲一般的君王无共的所在伫对。真侪一个君王有所有的权力，若无气力、无能力的王，伊可能干那掠家己的利益做考量。伊干那看到家己的需要，伊袂去顾百姓，袂去顾政策，袂去顾国家的需要，伊干那顾家己的利益。较小可有智慧的人，可能会用国家的利益来做考量，知影国家的利益就是家己的利益。真正有智慧的百姓，的王，会掠百姓的需要，掠百姓的福祉来做考量。咱进前无偌久，李登辉总统过身的时阵，伊留落来一句话，我相信咱还阁会记得。伊讲：“民之所欲，常在我心。民之所欲，常在我心。”百姓的需要，常常伊藏伫伊的心头。所罗门王伫即个所在，互咱看见，伊是一个有信仰的，伊会通注意到百姓的需要。无了其他的君王，伊嘛有信仰，但是因常常家己看做是神明，因常常所看见的是家己的需要。因可能嘛会限制因的祭司，其实为着家己的产业，就是家己的需要。所罗门王伊甲遮个王无啥共款，伊无超过上帝的权能，伊无甲家己看做是上帝，也是上帝的囝。伊为着上帝起造圣殿，完成伊老爸的愿望。伊知影家己的位置是上帝所予伊。这是所罗门王，伊无甲家己看做是神明，伊无家己业权超过上帝，伊抑阁是知上帝，伊需要上帝，伊抑阁是倚靠上帝。所罗门王第二个甲其他的王无共款的所在，是伊为着伊的百姓向上帝祈祷。伊为着伊的百姓向上帝祈祷。对其他的王来讲，可能百姓是服侍伊的王，伊的人，百姓爱向上帝来祈祷，爱祈求。王是听的，是审判的，是施怜悯的，上时嘛是对因的中间来得到的。所以伫所罗门王的祈祷的中间，其实咱所看见伊的祈祷，甲其他的王无共款，咱看会到伊为着百姓来祈祷，咱看会到伊为着百姓来祈求。这其实已经小可有淡薄迄款祭司的职分。伫即篇的祈祷的中间，咱会通看到几个主题。伫54节到56节，伊伫迄搭遐在上赞上帝。因为伊知会有即摆的即摆的祈祷，是因为圣殿已经来起造完成，而且要奉献给上帝。这个圣殿的内面，因看到圣殿充满着上帝的荣耀。所罗门王伊徛伫上帝的祭坛前，来为着以色列人祈祷，
伊的祈祷是用对上帝的颂赞来开始，伊感受到上帝遵守，伊甲伊的老爸，甲伊的迄款迄款的诺言吼，伊想事所伊事了所应允的。然后伫57节到59节的所在，看到上帝的同在，看到上帝甲因同在。一个人安怎才会通算有福气，才会通有平安，才会通顺利？迄个福气是对什么所在来？咱为什么咱会感受到迄个平安、迄个顺利？侪时阵，诚侪一个基督徒，我毋知你的体会是啥物。我毋知你的感受是啥物，但是对伫我来讲，我感觉伫我的一生的内面，我无啥物款真大的迄款的起起落落，有大的起起落落，嘛感觉讲伫迄个中间有上帝的保守甲祝福，有上帝同在。我讲一个真趣味的代志，就是我家己本身毋是一个足够读册的人。我常常会甲阮的兄弟姊妹滚耍笑讲，我伫国中的时候，我一直拢是第3名，对后壁算过来第3名，从来毋捌改过。我赢的迄2个就是无要考试的，已经暗算无要搁读册，所以我一直拢是保持第3名。虽然伫迄个咱咧讲的好班啦吼，但是尾仔第3，你想会通考到啥物款的学校？毋过上帝保守我，伫迄个最后的迄半年的中间，我忽然间若亲像会晓读册啊！我的成绩全一直好起来，一直好起来。原本考袂掉的，去我考会掉。等我考到药专了后，我进入药专咧读册。阮的药专6班大概一班40名，一班40名，6班。偌济？240、250、260，因为较加减减，200几名，我嘛伫即200几个人内面，我的迄个模拟考的成绩差不多是230、240。伫阮的学校内面，你只要是105名，105名。以内吼，你若模拟考内面105名以内，你一定会考会当考到药师。我是迄个230、240的，看起来是无5望啊啦，看起来是无5望啊。然后阮毕业了后，到伫考药师的时间大概有差不多将近2个月的时间。这2个月的时间，我伫中青团契。咱中间可能有人嘛有伫迄个中青团契内面，伫中青团契内面，我有一个学者学姐吼，伊甲我掠去伫迄个补习班的内面做伙关，迄2个月关咧，然后上帝真正保守我，迄2个月关咧，我考调药师。其实我真正做有助的呢，因为我较读册袂晓啊。我足疼学校的啊，寒暑假拢转去学校读册啊。学校看到我，应该颁发奖券给我。看到我遮尔疼学校安尼哦，寒暑假拢转去学校读册安尼。但是上帝保守啊，毋是我真正足厉害，毋是我袂晓，我足敖袂晓读册，无爱读册，是我真正读无啊。但是上帝伫我的生活内面，伊毋是互我改成个拢一帆风顺，因为咱知影迄个考试若考输人吼，若无看到5望的时阵，其实有当时心足郁卒的啊，你甲人比袂过啊。人拢会晓读，咱干那咱袂晓读尔。迄个时间不止长啊！五专人是读5年对无？阮药学爱读6年啊。阮拢笑讲阮是6年制，阮拢爱加读1年。
实际上迄个制度就是安尼。6年的内面，拢一直是伫尾仔在对人火车尾在对人伫迄遐对到落尾，我感觉讲这若毋是上帝的保守，上帝的同在，怎样可能？较有可能？上帝的同在，互咱知伊的快乐，伊的权能。上帝的同在，互咱欢喜遵守伊的话语，结果会带来祝福。其实有当时啊，我感觉我的见证其实毋是上特别的见证，因为我看见咱中间有一寡兄弟姊妹，足侪人，歹势毋是足侪人啊，有一寡兄弟姊妹，当伊开始信主的时阵，后壁迄个打击就来啊。我认捌一个姊妹，伊是伫迄个民间信仰内面大汉。伫民间信仰内面大汉，伊的性命真正互迄个信仰舞甲乱七八糟。后来伊认捌上帝，伊真坚定要军队主，所以伊来找牧师讲：牧师，我要洗礼。我去互惊一条，讲好，啊，你要洗礼，咱照规矩来，爱来上课。伊有哪真照规矩来上课，上无道班，几节课上了后，牧师甲洗礼完，牧师敲电话互伊，过一2礼拜，牧师敲电话互伊讲，某人，牧师想要去恁兜甲你探访，伊讲，牧师可能无适合呢，为什么无适合？我即马准备要搬厝，是安怎要搬厝？我要转去我的后头厝。因为我的丈夫外遇，伊伫洗礼了后，才知影伊的丈夫外遇。毋尔安尼，伊甲我讲，因全丈夫家迄边联合起来甲欺负，所以伊丈夫外遇毋是迄当阵的代志，已经一段时间了。亲爱兄，这如果你若信主的时阵，信主了后，你当洗礼了后，你着拄着即个代志的时阵，你要怎样？即款的礼毋是干那一个、2个、3个、4个。牧师其实迄种的经历是小 case 啦，真正有上帝保守啦。但是对伫即个姊妹身上，也是我所经历过一寡当讲因的见证的时阵，真正对伫因来讲，因对上帝无失去信心。因悠远坚定，我靠上帝。伊甲牧师讲，上帝有甲安慰，上帝有互伊真清楚，伊会通甲即个伊的丈夫来结束迄段的婚姻。上帝的同在，互咱的心无论拄着什么款的代志，有平安。毋尔安尼，其实上帝若甲咱伫地，通过咱，上帝会通将祝福通过咱，互咱四周围的人共款嘛伫地。第60节到61节就是咧讲即个祝福临到伫咱的身上，同时祝福嘛要通过咱，影响着别人。上帝在竞选亚伯拉罕的时阵，甲亚伯拉罕讲：“我要互你真侪万国的爸，对无？迄个祝福要对你到伫临到伫即个世间的万百姓的中间。毋尔即个祝福，毋尔干那是伫亚伯拉罕的身上，嘛伫咱的身上。咱上帝讲，咱爱真侪上帝祝福的迄个管道，互上帝祝福，毋尔干那临到伫咱的中间，也敢通过咱。”互咱四周的人有哪会通得到祝福？互咱四周的人有哪会通认捌即个赏赐福气的精神？最后到第62节到第66节，
祝福了后，迄个献祭就开始。一个祈祷了后，献祭就开始。这个是互人真戆影的一个献祭。安怎戆影？咱无法度想象14万只的牛羊，详细伫献祭。14万只，毋是鸡啊，照细只，是牛羊呢。圣殿头前的迄个殿，迄个外院用袂着，用无法度啦，无法度容纳。逐所在拢伫献祭，逐所在拢伫敬拜上帝。咱看见即款全国伫即个所在，迄种欢喜的心，迄种欢喜庆祝。所罗门王伊伫即个所在，通过伊的祈祷，咱看见伊无高举伊家己。伊好亲像在行愿，替伊的老爸行愿，替伊家己行愿。上时伊嘛，互圣殿诚侪正人心中上神圣的所在。做一个王，伊无举悬伊家己，伊无叫逐个人爱来敬拜伊。伊讲：恁爱敬拜是上帝。伊为着上帝起的是圣殿，毋是为着家己起一个墓伫迄个所在。埃及的王敢是伊若一上任了后，全国就爱做一项代志，帮埃及王法老起伊的墓，敢是？所罗门王毋是互全国来为着伊起伊的墓，是全国做伙来为着耶和华上帝起圣殿。伊甲上帝摆伫第一位啊！伊互圣殿诚侪正人心中上神圣的所在，上帝伫百姓心中的地位。通比伊家己较重要，我想这是所罗门王伊成功的所在。在官位的人为着下位的人来祈祷是重要的。咱诚做父母的人为着咱的囝儿查某囝来祈祷，咱诚做中级的人为着咱的兄弟姊妹为着会友来祈祷，做主管的人为着咱的下属来祈祷。为着因来祈祷，才会通真正明白因的需要。我常常会感觉讲，一个人，你若要为着即个人祈祷，你是毋是爱先去知影伊的需要？你是毋是爱去知影伊的欠缺？你是毋是爱去了解伊？然后你才有法度为伊来祈祷。上帝今仔日用即无共款的角度，伫甲咱提醒一项代志，互咱知。咱爱谦卑伫上帝的内面，咱爱为着整个的教会来祈祷，咱爱祈求上帝。当上帝要互咱有一个真好的应允的时阵，咱是毋是已经备办好咱家己？咱是已经穿好啊？咱是毋是已经穿好啊？要听候上帝的祝福。临到伫咱的中间，求上帝帮助咱。通过今仔日，咱伫即个遮所领受的，无得较伫等一下，咱好会所要决定，咱要来为着牧师来准备一个牧师馆，互伊伫即个所在好徛起，互伊会通专心甲咱做伙伫即个所在来拍拼。咱是毋是愿意为着即个来付出？愿意为着即个来祈祷，愿意为着即个做伙伫即个所在共同来拍拼，互咱会通亲像所罗门王共款，亲像这以色列人共款，伫一个适合的时间，咱欢喜来奉献即个圣殿，即个圣的所在，互上帝来使用。三个额头来祈祷，主，阮恳求你的灵。祝福伫阮的中间，帮助阮加添阮的信心，互阮倚靠你的时，阮无软弱，阮知阮通交托，阮将阮的软正软弱交托伫主你的手，愿主你扶持帮助祝福伫阮的教会。当阮备办好的时阵，主你的恩典疼痛就临到伫阮的中间。你的你复兴阮每一个兄弟姊妹，
大声复兴阮每一个人。伫你的面头前献上阮的祈祷，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求主将你的话听到你愿心。这时，咱请文山讲献乐团来为着咱感恩节来献诗，伊要献的是感恩节的主曲。
刷落咱做伙来念圣诗，圣诗第373首，圣诗373首。救主耶稣，我立志永远要对我主，愿你常常伴我主至好朋友。救主拿点我心里，甲歹交战稳赢。救主带我来进前，正路稳当会行。请咱做伙起立来吟。请坐，即时咱做伙来奉献。
那这伫宝贵大仙，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经句。伫咱的周报的第2面，咱先来看今仔日的经句。很着，咱做伙来读。记伫列王纪上第8章第59节，咱做伙来读。我担伫耶和华面前所祈求这个话，愿这个话入眠困伫咱的上帝耶和华，搁日日照代志所合意的，为伊的路步判断，甲伊的变是以色列判断。搁一解59节，咱搁读一解。我担伫耶和华面前所祈求这个话，愿这个话入眠困伫咱的上帝耶和华，搁日日照代志所合意的，为伊的路步判断，甲伊的百姓以色列判断。列王纪上第8章第59节。好，这是我来报告，请咱掀开周报，咱的周报的第3面，咱的下周的聚会内容。咱拜三是查经伫倒会，题目是伫基督内有5望，经文是《哥林多前书》第1章39节。主理是黄文宏长老，聚会是苏群龙长老。佮咱下主日礼拜题目是我伫遮，我愿意。圣经记伫约书亚24章第1节到第3节，佮有14章到14节到25节。主日是柯成凯牧师，请咱转去下当先来备班来读圣经，备班后礼拜的礼拜。佮来，咱即时掀开咱的周报的第6面。咱周报的第6面，咱的教会消息报告。第1点，咱小会本主日要举行临时小会公告，咱本主日确定要举行临时会员合会。第2点，咱的感恩节连下礼拜，本主日为感恩节的感恩礼拜加临时会员合会，所以今仔日无会议的礼拜。第3点，咱130周年纪念特刊的小会，伫咧礼拜煞12点，要伫1楼的会议室召开会议，请咱特刊小组的同工老部出席参与。佮有第4点，咱财务组定伫咧今仔日礼拜煞下晡的1点，要伫1楼的团契教室召开会议，请咱财务的总级同工老部来出席参与。佮来，咱第5点，2021年曙光研讨会开会通知，定伫咧后礼拜11月28，伫咧教会要举行拜6的时要举行2021年年度的曙光研讨会，请咱的总级各团契的辅导会长来出席参与。佮有第6点，下主日是大讲节的第1主日，请咱备办心。佮来，本周的儿童主日学课程是要拍倒大巨人。咱的经句记载伫提摩太后书第1章的第7节。伫遮要特别报告，咱的主日学小朋友即摆咧准备伊的圣诞剧，今年是要用台语汉语本的经节来讲耶稣出世的故事，请咱家长转去，阮有录音，所以听咱家长会当陪阮的小朋友做伙来练习因的即个圣诞剧。其他应当即个剧会当迎神逆人。佮来，咱本周成立主日学，本周是暂停一届。佮有请咱为着咱教会集体交通甲大道的事项，第一件为着咱软正的集体来祈祷，求主来医治。张天凤老师、张玉丽兄弟、金凤仪兄弟、陈千惠姊妹、张彩玉姊妹、张祖贵，系啊，我毋知这是兄弟还是姊妹。张祖贵，请问是兄弟还是姊妹？好，就是张祖贵，佮张春燕、萧金玉、郑五玉、张乖、陈林地卿、张秀美、詹吴淑敏、张玉冠、甲张君主，经请省略吼。佮来，咱的第2点，为着武汉
气焰对咱人甲世界威胁，咱做伙来代祷求主来怜悯。过来，咱的教界消息，第一点，在北中会双年部有举办联谊会，要伫咧12月初4来举办。搁2021年立功少年营要定伫咧正月25来举办，请咱有意爱会当去报名参加。搁有咱后壁奉献，顶礼拜奉献，请咱家己看，若是有出入的，则咱会计来见证。搁即是毋知有咱今仔日第一届到伫咱的中间，甲咱做伙聚会，咱请咱的教台来介绍。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有一个对巴西来教会，咱教会聚会咧。伊的英文名是叫 James Chen 啊，伊的中文名叫曾中信。咱毋知影？哦，好，好，安尼今仔日就是一位新来的朋友，好，谢谢。好，疫情期间会当为巴西来到咱中间，甲咱三角聚会是一件真无简单的代志吼，请咱较咱煞了会当甲咱 James 来互相沟通吼，嘛其他阮可会当继续看到你，甲咱三角聚会。好，感谢主。好，搁即是咱报告煞，啊，过来咱要举行咱临时的会员合会，咱请李牧师来为着咱主持。好，咱今仔日有一个真重要的代志吼，咱要来开会员合会，是要为着要来顾要牧师馆的即个代志吼。请咱下通咱的中级吼，咱下通甲楼顶也是迄个主日学吼，其他服侍同工，咱先拢邀请因转来过来到伫咱的礼拜堂吼，咱要来点。